約書亞已經年紀好大，知道自己快要離開呢個世界。佢召集咗以色列嘅長老、首領、審判官同官長，全部人企喺佢面前。呢個將領帶領以色列人經歷過咁多戰役，咁多得勝。喺臨別嘅一刻，佢最掛心嘅事會係咩呢？佢冇講戰術，冇講繼承人，反而深深囑咐咗一句最簡單但最重要嘅話。約書亞記23章11節記住話：你們要分外謹慎，愛耶和華你們的神。喺人生千千萬萬樣嘢入面，佢知道唯一不能忽略、不能淡薄嘅事，就係專心愛神。親愛嘅朋友，今日你嘅生活係咪好忙碌？工作、家庭、社交、夢想，每樣都覺得好重要。但係喺所有嘅事情當中，神溫柔咁提醒你，分外謹慎，愛耶和華你嘅神。愛他唔係一種義務，而係一種最美麗嘅關係。今日就停低你嘅腳步，喺神面前安靜，重新點燃你對他嘅愛火，呢就係生命中最重要嘅事。